大家早晨啊！去旅行最中意咩咧？梗係要食嘢啦。咁但係最擔心係咩咧？都係因為食得多啦，怕自己唔消化噃。咁我就介紹3招俾大家啦。重點咧，3招嘅第一招一定要叫做海納百川啊！咁我哋咧要把呢個地方咧先打開個氣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多時候咧，啲人話可唔可以快少少啊？你要慢慢去感受裏邊啲氣息啦，要幫佢化食嘅時候咧，就要喺呢個位置下功夫啦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食物落咗嚟呢一個位置，個中門呢個位置。如果啲嘢咧頂住喺呢度唔消化咧，咁你下一餐食得冇咁開心喎。所以慢慢練啦，吸、呼。所以講話氣化，唔係做動作多就得嘅。好多時候咧，你做得好辛苦，未必咧係可以消化到噃。咁所以我哋要慢慢做。呢個動作做幾耐先有效咧？咁你可以分3次去做嘅。一次咧，你就要做8次啦。咁做完呢個8次之後咧，咁你可以做一個咧向上升高。轉左，呼氣，去到中間，抬頭。膀胱經，講膀胱經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係咪好容易咧？但係呢個動作咧相當有用㗎嚇，就唔好一下子踎落去，係要鬆腰，鬆背脊慢慢，因為我哋前胸後背，咁樣把個背脊再拉翻起，咁呢個中焦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消化得比較好少少啦。咁做到幾多次咧？又係話，通常啲人咧一練咧就話做幾多次啊？咁咧通常嚟講咧，我哋做一套功夫咧，冇10分鐘咧，效果就冇咁好嘅。咁所以咧，請大家咧要耐住嗰個性子啦，慢慢去做。做得10次8次，咁你可以翻轉頭去做咩咧？翻轉頭，我哋先至再由呢個位置開始做。做完呢個再做呢個啦。然之後咧就再做。再踎低，再起身，咁樣反覆去做3次咧，咁你就30次咧就冇咁悶啦。如果一次性咧，你係咁樣做30次咧，可能會悶啲。咁但係重複咧，咁你做咗10次之後，再做10次，咁就好好多啦。